澳門工商聯會今日舉行第6屆第2次會員大會，同時慶祝商會成立17週年。現場仲舉行2026澳門線上引流系列拍攝項目啟播儀式。會員大會由澳門工商聯會會長何敬倫主持。自2009年我哋成立以嚟，會經歷咗17年嘅實踐同埋合作，而家已經成為澳門頗有影響力嘅工商團體之一。會同埋內地各省市工商聯關係密切，長期友好交往，致力於澳門同埋內地之間嘅合作發展，促進澳門一中心一平台嘅建設同埋粵港澳大灣區嘅發展。大會依序聽取多項會務報告，各項報告獲得與會者一致肯定。隨後舉行澳門工商聯會成立17週年會慶暨2026澳門線上引流系列拍攝項目啟播儀式。澳門工商聯會執行會長吳華威致辭時重申，聯會團結業界、服務工商、促進合作、助力社區嘅宗旨，感謝各界長期支持。澳門工商聯介紹，2026澳門線上引流系列拍攝項目，過去2年已走訪逾200間中小微企，短片係超過25個平台播放，累計曝光量達1.2億次，成效顯著。今年項目進一步升級，邀請來自多地 KOL 與本澳主持聯手，分別以澳門文藝項語行走路線、澳門老城尋味行走路線及澳門潮玩攻略行走路線3大主題，深入社區發掘特色老店及文化魅力。活動現場，北京同仁堂、澳門有限公司同埋中醫藥大健康出海服務中心以及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與中醫藥大健康出海服務中心分別簽署戰略合作協議。